再来看这南投县政府呢，为着要改善偏乡的交通，是伫咧公车甲客运较罕咧经过的所在，互人会当来注文车辆接送。其中伫咧水里乡幸福巴士对7月底是开始试营运，地方未少人是有巴士通坐，通过去找医生，也是上课等等，其实拢加较利便。 长辈欢喜坐起哩幸福巴士，南投幸福谷伫水里乡的幸福巴士，7月底开始试营运，特别来到南港、北部、基江三川集会所举办服务说明会。在地居民表示，水里唔拿公车的车班少，而且大卡山顶的居民行到上近的车站，嘛爱几若公里。 一般的车班，伊拢像我咧坐车，拢1点钟后才有一班，有时拢等无啊，对不？你就要等1个小时。山上下来到主干线坐公车，至少都要2-3公里以上。那这个部分会变成长辈要走路也不是，那骑机车又危险。 为着解决山区民众出门无方便的问题，县府设南投幸福谷，提供民众打电话预约，到指定时间甲地点坐幸福巴士。服务范围除了水里乡内，嘛会当往回周边乡镇。南投县长柯淑华讲，这项服务对去年9月伫第3镇民间乡鹿谷乡启动了后，到今年6月已经出车15000架，服务大约4.7万人次。不过，为咗公所拢讲民众需求量悬，有车辆无够的问题，对此县府答应会协助来补车辆。 有很多的慈善团体也非常的乐意哈，我们会鼓励他们捐长照车，很多乡镇提出来的车辆要再增加的，我们会给予这样的协助。 水里幸福巴士目前试营运期间拢免钱，未来正式营运一段票是半票13块，全票25块，超过8公里收2段票，上侪计算到3段票。 县府指出，如果明年南投13个乡镇拢通车了后，会整合民众的需求，来调整路线、甲爱心票、学生票等票价优惠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